台南新艺奖是由着市府所发起的艺术奖项，目的是希望发掘新锐的艺术家。今年经过评选后，选出10位的得奖者。市府也甲民间的画廊、美术馆、艺术空间等，以着公私协力的方式，伫10个所在举办向心不会意的展览。市长王伟霆也特别前往欣赏艺术家的作品，同时感谢因对新艺奖的支持。市长强调，市府将会持续努力打造对艺术家友善的环境。我们很高兴，有这个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愿意投入，我们也愿意营造一个更好、更友善的环境，来欢迎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艺术工作者，能够让我们的新艺奖越来越丰富，也让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精彩。这届得奖的艺术家当中，有真侪位拢是对大自然当中得到灵感，就亲像过去造字的象形同款，所以邱典林也特别以这个方向来做规划。主题是象形不会意哦。那用到象形这个字，是因为这个10位选出来的得奖主，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都会跟自然有关系。那跟自然有关系，或者向自然模仿，或者从自然截取元素，所以跟我们现在的那个象形的造字原则很像，就是我们是从自然里面截取元素来模仿它们。那所以用象形来表达这一次的特色。这届主办单位也邀请10位的资深艺术家甲得奖的新锐艺术家来合作，将双方无同的创作风格结合起来，呈现出双方艺术的特殊性。用会意的概念，是因为会意的造字原则是从2个不一样的字选它们的局部，再合起来产生另外一个新的字。那这个新的字又会是另外的脉络跟另外的意义。那用这种方式去描述一个新锐艺术家跟资深艺术家合作的特质，就是他们要合在一起，要冲撞出跟他们原来的艺术的脉络不一样的效果出来。那他们会有对话，会有辩证，那所以会用不会意来代表他们的组合方式。今年文化局也特别设计了5条的观光路线，结合新艺奖的展出空间，让民众会使伫欣赏艺术的同时，熟悉台南的美食甲风景。进行一场城市美学的田野调查，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